澳門一班老闆如何升級轉型，邁向國際，走向世界。如果同你講，我係一個做清潔嘅，但我承咗幾千萬嘅清潔管理服務喎，你又信唔信？信，因為我哋 BNI Ace 擁有國際水平嘅室內設計同埋產品包裝宣傳能力。澳門6大博企一直都係我哋長期客戶。我哋用創意設計幫大家升級改變。Good Tech 有咗大家嘅賦能，我哋可以更加好實現同香港過百萬嘅合作。作為創作人、策展人、marketing、自媒體運營嘅我哋，一齊將作品同活動帶向全球。BNI Ace 話俾我哋聽，喺澳門呢個中西文化交融嘅地方，我哋醫療同埋美容都係結合中西嘅元素。我哋唔止一齊扎根澳門，我哋仲一齊面向國際。作為律師嘅我，見證住大家嘅發展，共同融入大灣區，一齊連結更多人，連結無限可能。跨界合作，唔同嘅行業，結合唔同嘅技能同資源，轉變更加多嘅商機，一齊打出更多市場，A 前行無限可能。Yes。